后来继续来看辅仁大学有一个教册互学生真学老的教授，去互毕业的女学生甲指控讲，甲约会强暴。虽然事后挽回，两个人开始来交往，但是这个教授真花，搁去交其他的查囡仔，而且甲性病喂互伊。代志现讲了后，已经有4个受害的女学生出面，讲这个教授用同款的手法，甲因约到厝内底侮辱吞打。 附带发生教授涉嫌约会性侵的代志，有一个已经毕业的女学生伫网络顶面写讲，这个教授透过面册私底下约伊食饭，后来约到厝内。第二摆，这个教授一直对伊表达爱意，并且对伊卡来手来。这个女学生表示讲，无想要伫私生期间发生关系。这个教授却是态度强硬讲先做则讲，不过这个女学生依然坚持拒绝，想要到困去后，和教授性侵。代志发生后，两人有交往，不过这个教授却是将这个性病喂互伊，并且有几下摆是双脚踏双船。这个女学生将文章打出来了后，代志一直扩大。有受害者出面串联，打出这个教授困去的模样，佮表示讲，已经有4个受害学生甲伊联络，校外敢若嘛有6、7个人。我们当时有吓到了，就会崇拜这个老师，会觉得说他教得很好，但是不至于到养你。学生拢真意外，因为这个教授教了真好，记者打电话给这个教授。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。教授手机也无开，伊进前声明表示讲，恶意散布片面不实指控的人，伊会甲告。若被害学生记者传信息甲问，无得到回应。附带性平会是发声明表示讲，已经介入调查，看是毋是有师生权势无对等的关系。嘛提醒学生，拄到类似情形，应该主动向性平会求助，并且注意约会地点甲时间，避免类似代志搁发生。